導火新聞線巡街賀報誌小兵獲 Now King 合作。過咗嘅愚人節，阿周上演咗生死24，最後今日呢係決定亞視現有嘅免費電視牌照不獲續期，不獲續期，不獲續期。新一 round 12年免費牌照呢就落咗喺 Now 嗰度，最近佢哋仲積極籌備開劇添。知尋日一眾喺尖沙咀為導火新聞線佈置巡遊嘅 HKTV 演員點睇呢？Now 或者係有線，即係不嬲都有 contact 咁，同埋最近都有好多嘅節目都想邀請我上去。咁我希望如果有適合嘅角色、適合嘅劇本同埋好嘅製作，我一定會參與咯。其實冇所謂嘅，我覺得而家係邊個台都冇所謂。咁最緊要係有機會就要捉緊咁咯。梗係好啦，好有錢噶嘛。係啊，佢哋唔係，起碼我覺得佢嘅製作一定會係好大嘅投資先。Now 若果肯願意接收我哋嘅工作人員又好、演員又好、導演又好，其實我覺得係好感激佢哋嘅。嚟緊可能要多謝埋阿周啊！皆因亞視執董葉家寶就話，如果 HKTV 有節目適合喺免費電視度播嘅話，希望可以合作啊！哇！如果係嘅，我覺得幾好啊，因為港視本身依家拍緊嘅劇都喺網絡上面播嘅，咁就有一啲人睇唔到啦。但係希望今次係真嘅，因為你知上次4月1號個愚人節玩得好大。小兵都話㗎，亞視始終係免費台，有700幾萬人可以睇到，係好事啊！